大家放3工安尼嘿。啊，有一个我看一个姊妹讲，哦，伊进前的时阵，若搁请假1工的时啊，若拜一伊若请假，哦，啊拜二伊若请，伊休拜一啦吼。啊，了后是讲哦，拜二爱上班，啊，即使伊若拜二若请假的时阵，安尼伊就全部对头到尾休9工安尼啦。哦，啊，所以啊，总是伊无啦，因为拜二也毋知影讲风台会来遐紧啦吼，啊嘛毋知影讲有人风台讲吼安尼1工2工，吼第3工搁1工安尼啊了后就拜6安尼嘿。啊，总是咱感谢上帝吼！啊，经过这风台的时阵，啊，虽然这个秋风扫落叶吼，啊，扫到规涂骹啦吼，啊，有一寡树啊淹过，总是咱也听见一个啊无真好的消息，哦，互人艰苦心的，就是这个花莲吼，咱应该拢有看到迄个影片，啊，迄个花莲迄个所在，迄个啊铁厝去互风夹去，了后迄个查某囡仔墙吼，就是迄个。楼顶迄个安全墙啊，啊怎啊，互风台甲伊扭起来，啊断去，啊摔落来，啊去缀着一台车，迄台车哦，也是即个文乐病院内底迄个护士，了后啊，即个妈妈过身去，迄个囡仔6岁足7岁，啊，经过几工的抢救，嘛过身去，哦，啊，即马拄好剩干那迄个社工啊马先生。马兄弟，因也是教会内底同工，啊，这个代志咱是真艰苦。昨个时阵，我伫咱的上城团契内底也有分享，真侪代志，毋是咱有法度去疗伤会到的。古早人讲，啊，天有不可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迄是咱一定会做有的代志。啊，我看今仔日下晡的时阵吼，2点半，咱伫台南圣教会有一个教区的大团圆的聚会，有人甚至甲问讲，牧师啊，风台来咱敢抑阁要办？我甲伊讲，礼拜日也遐久咧哦，嘿啊，哦啊，所以真正久。啊了，我就去哩看迄个啥，看迄个天气。迄天气讲吼，今仔吼礼拜日的时阵吼，抑阁透风落雨。我就甲上帝讲啊，上帝啊，天气是你咧管的，毋是气象局咧管的哈。啊，所以我咧上帝讲，我今日起来的时阵吼，真正炎天赤日头啦吼，咱拍拍感谢上帝吼，哈利路亚。当然，我无讲吼下晡一定会好天啦吼。总是我要讲的一样代志，就是讲万行事伫上帝手中，伊引带咱，伊照顾咱，所以咱的心毋好惊吓，爱一句相信有真侪代志，咱无法度解说。但是我相信这样代志，上帝咧管理这个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哦，所以咱伫主的面前三甲做来感谢，感谢上帝赏赐互咱活命，保守咱。第二，求上帝显明伊的心意，主啊，你留我的活命要做啥物货？第三，主求你帮助我，互我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会当做成你爱我做的。互我会当伫主的面前得主的欢喜，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你是主是上帝，你伫这一切的事上来施阮怜悯帮助阮。主，阮特别伫这个时阵，搁再一摆为了阮的兄弟马兄弟来祈祷。被上帝，你知影伊的艰难，你知影伊的困苦，主，你知影伊心中的悲白，伫这个真正艰苦的日子内底。主啊，愿你亲自赐恩，愿你亲自保守，愿你用你家己的疼痛、怜悯照顾伫这个家庭，互这个家庭搁再一届对上帝来领受平安。耶和华，你是阮的主，你伫这一切的事上施恩怜悯照顾阮，独独你是上帝，你要亲自引带阮。上帝啊，阮的心仰望你。那今仔日，阮伫这个地面上，哦，三甲做伙组织。主，阮就是要讲，你是天地的主，阮就是承认你是全地的主，你照顾，你施恩，你怜悯，你赐福，互囝仔超找你的，拢对你得到活命的因带。主，阮对人来看，有真侪阮未晓得的代志；阮对人来看，有真侪阮无明白的代志。但是你是主，你是全能的上帝。你要伫这事上继续施恩怜悯帮助我，主啊，为着我伫主你面前来祈祷，叫我脱离迄个歹的，互我活伫主你的内面，互主你心意的欢喜成就伫我的当中。
祝你继续因带阮，继续伫这一切事上显明你丰盛的慈爱甲疼痛。所以我祈祷伫主的面前讲，上帝你亲自来引带你的教会，来引带你的教会。主啊，互你的教会活伫你的欢喜内面，引带世囝。哦，主你赦免我拢总的罪过，医治我一切的疾病，灵魂的、肉体的、心思意念的。主啊，拢互遮个离开罪恶的黑暗，乃是伫主你的光明内底来活着，通我上帝你心意的旨意来成就伫阮当中，成就伫世间的身上，成就伫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见证你的名，互你的教会活出上帝你爱阮活出的圣洁公义，完全美好有美名，通尊敬的。通学乐的主啊，所有的这美好的德行，因着圣灵伫阮的内面，主互阮活出迄个美好。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请建基兄来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大家好早。平安。我顶早有讲起讲咱的水库，这边咱因为风台啦带来足济雨水，因为咱过去咱政府做一寡前瞻建设，较早人咧泄洪的时阵，拢对顶悬的水安尼甲卸掉吼。这边吼石门水库吼是对库底库底做排淤啦。因为咱的水库拢淤积嘛，即摆拢叫迄个污泥车伫遐咧这边都啊利用积水积足济的时阵，总甲卸掉吼，2点钟卸掉偌济呢？差不多遐污泥讲若要用迄个拖拉机去载，讲爱6800台的车啦，安尼就节省差不多6000万的费用啊！这就是咱政府有咧做代志。这过去这水库拢莫错因移场起的啦，但是迄个年代拢想无够，讲下骹就爱排污嘛，人阮喜乐园咧毋食水池啊，人阮下骹嘛有排污呢。感谢主，咱台湾实在是做了真好啦我即摆来做消息报告，感谢各位兄姐，顶礼拜为着中滨教会的建堂奉献。愿上帝纪念各位的爱心甲侍奉，若是还有想要奉献的，请到招待桌来摕这个奉献地来使用。第二点，今仔日扫会传道去公山圣教会正道，请为牧者的侍奉代祷。第三，今仔日下晡2点半到4点半。伫台南圣教会举行台南400年教区大团圆的感恩礼拜，下晡2点会当开始进场，请兄姐到会场了后，按照这个标示的这个座位来入座。会后前往新店日本料理自餐。请有登记的参加的兄姐注意时间来出席。并且鼓励大家穿着教会制服参加。迄一日的到处咱有放伫个公布栏，请大家家己看卖。第四，敬爱的何蔡素云姊妹，已经伫即个7月26暗暝来归回天家，定于7月30礼拜2。上午要举行个别礼拜，确实的时间甲地点，咱会另外通知，敬请兄姐一同出席来为家属祈祷。第5，早前有订购即个教会制服的兄姐，请伫即个崇拜后到招待桌，找宝珍姊妹、甲怡然姊妹。领取甲缴费。第6，8月14后礼拜日
晡1点，咱伫教会3楼要召开8月份的定期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注意时间来出席会议。以上，敢有补充报告？来，请牧师。好，谢谢。了，亲爱兄，这迄个第4点吼，咱的迄个河蔡数分姊妹，伊这7月2日的时阵规划天家，这要来的这个礼拜二，伊会伫这个殡仪馆的花艺亲厅，早起的9点，礼拜二早起的9点，伫殡仪馆的花艺亲厅，咱有公告伫咱教会公告栏。了后伫咱的教会的大群组内底，若有伫迄个所在登记兄弟姊妹参加的人数，请大家当三甲做伙，同齐来关心，咱的兄弟姊妹。虽然伊的家属无伫咱当中，总是呢，上帝也亲自来纪念，兼且通过这个过程，咱来安慰家属。无论伊安怎样上帝甲伊放伫咱当中，咱就甲哀哭的人当哀哭，愿上帝亲自帮助咱。搁再一摆感谢，就是要来这个礼拜2，7月30上午9点，伫殡仪馆的花艺亲厅。谢谢。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大水花好的时，患难的时，耶和华犹原伫天顶，做王掌权所有的一切。咱只是起立，咱来歌颂，来学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恁拢着向耶和华唱新歌，全体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称谢伊的名，伊的名，一直传播伊的恩，一直传播伊的救恩，伫咧梦中讲起伊的荣光，伫梦面中讲起伊的技术，伊耶和华最大，着受更大的恶乐，伊伫万神之上，着受敬畏。恁拢着向耶和华唱新歌，全体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称谢伊的名，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咧梦中讲起伊的荣光，伫梦面中讲起伊的技术，因为耶和华最大，着受更大的恶乐，伊伫万神之上，着受敬畏。伫咧梦中讲起伊的荣光，伫梦面中讲起伊的技术，因为耶和华最大，着受更大的恶乐，伊伫万神之上，着受敬畏。伫咧梦中讲起伊的荣光，伫梦面中讲起伊的技术，因为耶和华最大，着受更大的恶乐，伊伫万神之上，着受敬畏。这是咱来向上帝来学乐来感谢，伊是万神的神，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是超乎万神之上的上帝。咱这是来归声来感谢伊对咱的疼痛，对
咱的看顾，伊配得一切荣耀甲恶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唱新歌来恶乐你。主啊，你配得一切恶乐甲敬拜。主啊，你愿来到你的面前，我的心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因为有主，你真做我的沃克，真做我的班长，真做我的时光，真做我的避难所。主啊，所有的一切拢伫上帝你的手中，上帝你看顾我。主啊，互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时时来学乐你，来敬拜你。主啊，你是超乎万神的上帝。主啊，你受着一切敬拜。主啊，你配着一切恶乐，感谢你，恶乐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荣耀，花手星光，全体拢着荣耀和花手光，着荣耀和花手光，就像你的名，你的名，你的传播伊会救我，你的传播伊会救我，你的当中公义伊会荣光，你把天中公义伊会结束，因为耶和华最大，要收听我的恶乐，伊的百姓之上，要收敬畏，你的当中公义伊会荣光，你把天中公义伊会结束，因为耶和华最大，要收听我的恶乐，伊的百姓之上，要收敬畏，你的当中公义伊会荣光，你把天中公义伊会结束，因为耶和华最大，要收听我的恶乐，伊的百姓之上，要收敬畏，你的当中公义伊会荣光，你把天中公义伊会结束，因为耶和华最大，要收听我的恶乐，伊的百姓之上，要收敬畏，伊的百姓之上，要收敬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要将一切荣耀、荣光拢归乎你，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你，你会听，你救赎阮的活命，互阮会当身体灵魂拢得到上帝你的头目甲自由。感谢你，你何等的听阮，你会听长看高深，你救赎的恩典，互阮会当进到上帝你的殿宇内面。主，阮的心会更加爱你，我们较无你的话语，求你来吸引阮，互阮的心单单爱你，单单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我你，我的听来听我。
小你，我的听来去引我，好我心全然小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全然我完全小你。我的听来去引我，好我心全然小你。主，阮何等会需要你，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同在。恳求圣灵传令阮，互阮顺探你的话语，互阮完全属伫你。求你的听来吸引阮，互阮全心全然来属伫你，互阮无互这个世界来吸引阮。追求这个世界，是阮要回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敲找你，来敬拜你。唯有你是阮的主，唯有你是阮的王，你是阮所有的一切。主，阮单单来敬拜你，单单来属于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去引我，好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全然我完全属你，我的听来去引我，哦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全然我完全属你，我的听来去引我，哦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全然我。完全属你，我的听来去引我，好我心全然属你，我的听来去引我，好我心全然属你。是主，阮的心要伫你的面前讲，阮要单单属伫你，阮要单单属伫你，阮要将阮家己的人，阮的心，拢献伫这段予你。恳求主，你来引带，你来帮助阮，互阮听候圣灵的火来烧阮。每一个人对内底安尼烧起来，互阮有火热的心，互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阮是有温度的，阮是有热情的，阮是有快乐的。主，阮来到主你的面前，将阮家己完全献予你。阿门。有主耶稣是大恩，有我心的灵魂，对待伊有我大意，永远奉献予你。我将一切我所有献地。主
主啊，互阮会当真正明白上帝你做阮的心意甲明灯。主啊，互阮伫这末后的时代，互阮会当紧紧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主搁大日子近了，互阮会当真正把握，搁会当做工的时，阮紧紧来做工。上帝，你要来，你要听候每一个人。你要赏赐，互阮每一个人有机会。你无靠阮，有啥物的才能运数？上帝，你拢来使用阮。你讲阮做了，主你的运数，你的恩典，你的快乐，你的能力，都要加添伫阮每一个人身上。这是咱为咱的座位起立，互咱会当正着这首的诗歌，为主殷勤来做工。主耶稣，你也坚信的道。
哈利路亚！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名堪得受一切阿乐甲敬拜。我要伫我的厝内底，定定来谈论上帝你的慈爱、你的疼痛。主，我要伫我的兄弟姊妹、我的朋友、我的亲情、我的同工我的同事当中，会通活出来，就是上帝你改变我的生命，互阮有温柔的喙齿，互阮有和平的动作，互阮有积极正面的思考的方式。虽然伫真济代志顶面有一寡的困难，但是主要互阮表达出来，迄个甲你同工的德性甲喜乐。你是主，是上帝，伫一切事上掌权。你引带，你看顾，你成就一切美好的代志，互阮会通伫生活的过程内底，亲自来经验上帝你的同在，经历上帝你伫阮活命美好的引带。主是，互阮因为领受遮尔济恩典甲疼痛，互阮诚做一个殷勤的人。主毋是殷勤，是因为阮知影有遮尔济，阮有经历遮尔济。主，阮着将着遮甲人讲，互因甲阮甲因，拢会通认捌你。不但是认捌你，更较是享受你的同在，伫你的疼甲你的祝福，并你丰盛的恩典内底，并你伫阮苦难中甲阮救出来迄个过程，互阮诚做一个亲像主耶稣基督共款，有故事通去讲的人，就是迄个救恩的故事，互阮会通伫其中来ứng着世间人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圣灵是引带我的好朋友，互阮伫你的内面，甲你相连，互阮伫你的内面享受你绝对的平安，就是伫苦难中的平安、病痛中的平安、软弱中的平安，互阮对迄个所在来经历、来相信，并且阮会通伫迄个所在讲是，阮我靠主心就无烦恼。活命也受引带，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搁再一届将阳光归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亲爱兄弟，请坐。来读诗篇23篇，歹势。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锤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排泄炎舍，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免。感谢主恩典。下边启文的时间启文第30篇，启文第30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你乃称谢耶和华，因伊本为善，伊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讲，伊的慈爱永远长存。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无惊吓。会当甲我安怎呢？投靠耶和华，较赢我靠人。投靠耶和华，较赢我靠王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伊也成了我的拯救。有义人的帐篷内有欢呼拯救的声音。
耶和华的正手施展大能，恁爱称谢耶和华，因伊本为善，伊的慈爱永远长存。阿门。下面正的时间，请牧师。咱请献开周报第4面。咱献开周报第4面。同齐做伙三甲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2段经文，三甲做伙来读，请。因既然奉了差遣，就落到安提阿去，组织众人交付书信。众人读了，因为信顶的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太甲希腊也是先知，就用真济话劝勉兄弟坚固因。带了一寡日子。兄弟因找法因平平安安倒转去到找见因的人遐尼去，但保罗甲巴拿巴犹原踮伫安提阿，才真济别人同齐教士人传讲主的道。过了一寡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讲：“咱会当倒转去到早前宣传主道的逐城，看望兄弟因的境况如何。”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早前伫庞菲利亚离开因，无甲因同齐去做工，就掠做袂通带伊去。对安尼2个人就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基比路去，保罗竞选了西列也出去，望兄弟因甲因交伫主的运中。伊就行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正教会。保罗来到特别，又搁到罗斯德。伫遐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妇人人的囝，伊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罗斯德甲以哥念的兄弟拢称赞伊。保罗要带伊同齐去，只是因为遐所在犹太人拢知影伊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甲伊行了割礼，因经过逐城，甲耶路撒冷甲长老所定着的条规交互门徒遵守。对安尼正教会信心哪发坚固，人数日日加添。咱搁再一届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殿中，伫你所赏赐互阮安息的日子。就是更新甲兄弟姊妹三甲组织欢喜感恩的日子，祝福阮伫你的殿中，搁再一届领受对你天顶所来喜乐、平安、稳定甲疼痛，保守阮的心神意念伫主你的内面受引带。亲爱的圣灵，恳求保守，恳求教示，互阮明白，并且有你能力的同在，互阮会通欢欢喜喜活出光明敬义的样式，上帝国百姓的荣光。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咱要三甲做伙来思考坚固正圣道。咱称做圣道，有诶时阵，咱伫咱诶日子内底，检查咱也无感觉讲咱真正有遐尔神圣。但是上帝欢喜来讲咱是圣道。亲像哥林多教会有真济诶问题，但是保罗一个写批诶时阵，开始就甲伊讲：我亲爱兄弟姊妹，我写批来互哥林多教会正圣道。上帝欢喜，互咱伫伊内面。上帝标准对头到落尾都拢无降低，但是上帝嘛明白咱无法度成就遐尼悬的标准。但是上帝会当怜悯咱，
咱袂当将着上帝的标准优互加落来，这是世界人咧做的方式。我既然达袂到遐，安尼我就甲标准优落来，安尼我就无犯罪，无犯法。安尼的时阵，这个世界会愈来愈坏，世界就会变做人食人的世界。但是标准伫遐，咱爱按着迄个所在爬起来，毋是互上帝落落来。所以，咱上帝敢若有一样代志，就是要主耶稣基督落来。但是伊落来是要甲咱带起来，但是魔鬼撒旦是讲落来了后呢，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所以咱一定爱真明白上帝对着咱的心意。总是这个过程有伊的困难，迄个困难内底就是无一定咱定定有法度三甲做伙。对安尼，咱需要三甲伫主的面前定定来孝念主上帝对着教会的提醒，对着教会的鼓励。有一首诗歌流行歌是安尼讲：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其实这段的这段的诗词是对着中原作家群内底所节录出来。这句话讲了有一寡代志是真对虽然有一寡感触有一寡感觉安尼心肝酸酸的感觉。有一寡人行咧行咧，到尾安怎就散去啊？嘛捌咧同齐去爬山，嘛捌咧同齐做伙拍拼事业，行咧行咧行到尾安怎，就散去啊！总是有一寡代志咱看讲迄遐尔重要细汉的时阵兄哥伫遐争讲一粒柑安尼，你想要爬家爬开10粒，你想要那6粒，我想要那4粒尔安尼气甲用要死，就差迄粒差甲气甲用要死。代志看咧看咧，等下甲你大汉的时阵好啊，兄哥来遮10粒柑拢互你食看咧。所以有一寡代志时间过咧过咧，经过了安怎，就看暗淡去啊。有真侪代志咱敢是遐尼坚持，有真侪代志咱敢得迄认真，咱感觉迄个物件伫迄个时阵遐尼重要，但是时间经过的时阵，咱会发现，咱迄阵的坚持实在有淡薄好笑。了后呢，非洲有一句话安尼讲：你若要行了会紧，你就该一个人行；你若要行了会远，你就爱有一群人做伙行。所以呢，这是事实我第一届去爬这个北大武，其实毋是第一届嘛，是可能原来是上尾届啊啦。就人去爬一届尔，甲当后拢也毋过摆爬去。我去爬北大武的时阵其实爬到一半就骹酸手软啊。姓文甲因阿舅伫遐所在讲牧师行紧来无要紧，我等你就鼓励鼓励。我本来有想要发冤头啦，到尾笑的时阵看到一寡人人拢咧行咧。我做牧师，人拢咧行，家己无行咧，安尼介歹势呢，所以就硬甲爬起来。爬到尾你知影登山3大谎言内底有一句话讲念伊就到，念伊就到。第二句就讲伫头前尔，伫头前尔，拢安尼讲啦，伫头前尔念伊就到，就互因变到尾去到遐，剩上路尾100公尺，结果迄100公尺我知影啥？原来什么叫做爬山？你知无？爬山毋是安尼爬山是安尼。安尼，硬砍甲砍起来我就知影真正在爬山。所以自伊改了拢毋捌搁去爬北大武啦但是安怎？你若要介一个人行到介紧，但是安怎会碰见你摔落去嘛，无人会知影。但是你若一群人安怎，你就会行了真远，人会互相鼓励。所以呢，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搁再所以圣经内底有讲一个代志。一个人讲当盘好顶的重要，咱人拢有家己的思想，咱有咱的想法，但是有一寡代志若无人甲咱教，咱就袂晓。使徒行传8章31节，有一个就是这个甘大基，也有管理的太监，就是一个财务部长。这个财务部长呢，伫迄个所在去耶路撒冷做礼拜，当伊去耶路撒冷做礼拜，转来的时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总是呢伊伫遐读袂晓。伫遐读袂晓，所以呢，尾啊圣灵就启示腓力去伫迄个所在讲，你上到伊的车去，坐伫伊的身边来甲伊讲解圣经的这道理。所以迄个时阵，伊顶读到遐的时阵，伊就甲伊讲这个财务部长，你读圣经，你才敢读捌？伊讲我无人教我教，我哪会晓呢？所以伫迄个所在，
伊就甲伊讲，安尼这段话是指着先知讲的，还是指着其他的人所讲的呢？了后，腓力就对迄个所在开始甲伊讲说，耶稣基督怎样来到世界担当人的罪过，受钉伫十字架，将其落尾的时阵，以诚做人的救主。所以伫迄个时阵伫遐呢，即个财务部长就受到腓力。伫迄个时，伊伫遐腓力讲，看，拄则有一窟水呢，我伫即个所在来受洗，敢会当？腓力甲伊讲，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来受洗。了后，即个财务部长就安尼欢欢喜喜就转去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活命内底就是安尼，咱需要有人来甲咱教，咱需要同齐做伙陪伴，咱会看清楚啥物代志，才是真正达得咱追求的所在。了后最后时阵，佫有一个一段诗歌，我感觉真有意思。伊讲你莫行伫我的头前，因为我无一定会对你。总是你毋好行伫我的后边，因为我嘛无想要做领袖。但是你安怎？你甲我同齐做伙行，请你来做我的朋友。咱需要，咱拢有需要这的朋友。耶稣基督上届落尾手的时阵，伊讲：对待以后我无搁再称恁做我的学生，是称啥？称恁做我的朋友。了后，伊下面讲一句话：人若为朋友舍命，人的疼无比这搁较大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甲咱当做朋友，安怎的朋友？愿意为咱舍命的朋友。伊伫迄个所在是爱咱甲伊同齐做伙行。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内底，才是咧甲咱讲这个代志。伊甲咱讲，今仔日伫教会内底，咱所读的圣经内底讲是，巴拿巴因伫个所在，对着遐尼同齐做伙去到一寡遮个所在。当因去到伫个所在，因去到安提阿教会。当伊去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当时遮个使徒因伫个所在，因为受到困毒迫害，所以因四散到达角落。以后时阵，伫安提阿教会伫这个所在，伫遮呢，同齐来伫遮建立教会。总是对着耶稣基督的代志，抑阁无真了解，无明白，所以因着伫这个所在，伫遮呢讲安尼有一寡代志，咱要安怎样处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舞会因着伫个所在同齐做伙，了就摕一寡遮个同齐来对着因伫个所在甲因提醒。讲应该安怎做，安怎做。了，这使徒其中就是保罗因一寡人同齐，甲巴拿巴因受差遣来到安提阿，自集众人就将着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决定来交互因。因众人读了，因为批顶所安慰的话，因就欢喜。这张批内底带来有4种的效果，对着一个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着因有4项代志，非常的伫经常内底，就定定会发生，定定来运作。第一就是安慰，第二就是劝勉，第三就是教导教示，第四就是传讲。因伫这个所在，毋是干那一直传讲信息，因伫人当中，毋是干那一直传讲信息。咱若照着这个过程来看的时阵，传讲信息，颠倒变做是上落尾才咧做的代志。头前进前爱有3项工课大成来做。第一就是安慰。什么是安慰呢？这是一首的诗。我感觉这首诗写了我古早的时阵，可能原来是用这首诗甲牧师娘骗来的款。对吧？无啦，我迄阵的时阵功力也无遮好咧。这首诗安尼讲：如果富贵若是拢总一直未结束。安尼我就陪你同齐南河，这听着敢无安怎起毛子一日梦的对所以听到就真欢喜嘛。这就是安慰。什么是安慰？是现此时咱无法度解决这个代志，现此时无法度解决这个困难，总是你会记，我伫你的身边，我就伫你的身边。有这个代志，遮尔济，遮尔艰苦，总是你知影，你毋是干那一个人。拄到这样代志，我过去嘛捌拄到这样代志，所以用安慰的心。有一寡代志可能做袂到，有一寡人有代志可能做唔对去但是毋是甲伊礼骂。即马做爸母的时阵，咱嘛会当学习即款的心，
去明白细囝伊到底咧想啥，也是咱做细囝，咱也会晓去体贴咱的父母到底咧想啥。我的妈妈吼，即马一个代志吼，会当甲妈妈问2届、3届、4届、5届、6届、7届。但是哦，我拢甲伊应，拢甲伊当做啥？第1届，拢总甲伊当做第1届，知无？这就是安怎安慰。你莫伫迄个所在一直甲伊讲，你讲到尾啊吼，着去耶路撒冷。你敢知影啥？去耶路撒冷？去圣地啦。所以你莫安尼吼，莫定定吼，甲家己过袂去。咱爱了解一寡代志。了喏，安慰的意思，毋是干那硬甲伊讲，安慰的意思就是知影伊是安尼，这无容易哦。总是咱三甲做伙当伫个所在。第2是劝勉，什么是劝勉呢？哦，这个代志哦真有意思啊！这无需要看一个资料咧，无袂晓讲呢。这是什么所在呢？这是一个真一届吼，伫咧比赛，世界运动会咧比赛。这个阿鲁巴的选手巴比斯啦吼，这个叫做巴比斯，这个阿鲁巴的选手叫做巴比斯。了后呢，伊伫迄个所在走迄个上路尾一连，运动场走上路尾一连的时阵，这个巴比斯伊安怎开力愈来愈无力。伫伊后壁的这个这个届做伙比赛，或者基莱亚比赛的选手或者达匹。达匹这个达匹伊伫这个所在就是这个落开，这个落开走伫伊后壁，看伊伫哪会安尼，愈走愈慢，身躯规个拢一直用要偏落去。尾手的时阵达匹就伫这个所在对后壁走来，了甲伊扶咧，伊无对伊头前走过，伊伫迄个所在甲伊讲一句话：来，我伫我的肩胛顶，咱同齐做伙。转去终点。我这礼拜咧准备这讲章的时阵看到这幅图，我的心有真大的安慰。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世代内底需要有一款人，什么人是这款人？上帝的囝，上帝后生查某囝，应该是这款人。来。你靠伫我的肩胛顶，亲像特别对着这个巴斯比所讲的这个话，来，咱同齐做伙转来，这是劝勉。有时阵一寡信仰失落的人，伊就是需要有人甲伊鼓励、甲伊提醒，互咱会当搁倒转来，重新倒转来。无论过去咱对上帝有偌济的误会。咱同齐搁一届来认捌上帝，甲上帝三甲来得享伊活命的平安。第3个部分，或者教导有的人其实真正伊是啥物拢总毋知，有的人是安怎拢总知，但是安怎就无爱甲人讲，伊就讲我逐项拢知，但是安怎我就无爱甲你讲，你气毛气会活受气无？亲爱兄弟姊妹，咱的确当然毋通安尼做。咱有学习真济。其实你知影，教育的过程内底咱若听了念的会袂记，但是咱若搁想一下，会记超有一礼拜。买手的时阵咱若是继续去讲互人听，咱大概讲互人听，大概我都记条70%到80%左右。但是呢，你若做过，你差不多有法度记掉90%以上。所以其实讲互人听足重要，讲互人听足重要。这就是教导，就是教师。教师毋是甲人责备教师的意思毋是责备，教师伫圣经内底所讲的教师，就是改教互伊会晓。迄个古早的时阵新店兴道会迄个或者什么张什么牧师啊，张茂松牧师啊，伊讲古早伊咧读神学院的时阵老师教伊
伊毋知因应该是因校啊，因同事因同学内底啦。有一寡人吼，安尼教，同齐遐学生吼，新学生同齐做伙伫遐听，有个人学真会晓，有个人学袂晓。买手的时阵吼，其中因有一个学生啊吼，伊讲吼，了后伊就袂晓，伊就提起问因同学，因同学吼就甲伊教，了后尾因同学就甲伊讲，奇怪呢，你哪安尼吼？那老师教我拢听无，你教我拢听有啦吼。所以买手的时阵，因老师原来讲一句话，讲吼，这其实就是安尼哦。同学教同学教的比较会，有一个小朋友吼，伊去上课，上到4年的时阵吼，伊转来的时阵吼，就甲伊妈妈讲：妈妈，我要做老师。哦，因妈妈就听着讲：你要做老师，你要做老师。我讲我即马就要当做老师。伊就讲是哦，你安怎做老师？伊就甲因小弟吼2年，来，你过来，老师甲你教那个。4年教2年吼，安尼就是做老师，安尼知无？这就是教是圣经的教是的意思，就是安教导伊，互伊会晓，知影甲毋知影的讲，安尼就是安怎？就是教导。所以咱毋是听啊变甲吼，亲像讲啥物长老啦、执事啦、牧师啦、教区长啦、总会长，你免变甲遐厉害。你会记你杨小柱牧师讲过一句话无？伊讲过吼。你毋免变甲足厉害吼，才要去甲人教。你想啊，你是爱甲人教，你才会变做足厉害，安尼你晓无？所以一定爱去操作分享上帝听人甲救恩，安尼就是会晓得。总是吼，咱要甲人教的时阵爱安怎？咱要甲人教的时阵哦，这叶问内底迄一集啊，伊讲哦，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哦，叶问这叫啥？甄子丹对吧？甄啥物货？甄子丹对，对。然后伊就伫个所在，伊就来迄个戏剧内底，迄个电影内底，伊伫迄个所在要去拜码头，了人就甲伊讲哦，你伫这个所在想要做成，你要开武馆安怎？了人就甲伊讲，你敢知影啥有这江湖的规矩？哦，伊就讲，我真正毋知影有啥物规矩啊。了洪金宝来就甲伊讲，好，你不知道是不是？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对吧？你若用这个步数甲咱教吼，我甲你讲，都大家拢惊死了了，走了了。所以咱咧甲人教的时阵，啥呐？毋是我教，是因为安怎？古早人讲一句话啥？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个人大声学着，甲较慢学着安尼尔。毋过哦，就亲像我家己哦，我感觉我咱有一个代志哦，就是咱可能我搁较需要克服的。我毋知影咱有发现，还是干那我安尼，我毋知啦。就是吼，咱有的时阵吼，咧甲人教的时阵吼，教一届、2届、3届，伊袂晓，就安怎？开始挡袂牢啊！开始挡袂牢，或者不耐烦吼，就会安尼啊，心情就会歹。但是所以这个到尾也干喏，甲洪金宝共款啊！来，我告诉你啊！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一粒仁慈的心，会晓得安怎甲人讲。听下到遮有安慰，有劝勉，有教导了后，咱怎样？咱才开始宣讲，因为只有人有共同的基础的时阵，咱才有法度进一步行下面的物件。咱会通看见伫教会内底对着新人、对着兄弟姊妹、新来的朋友，咱嘛望会当三甲做伙安尼做，关心一个人。即个我去参加信徒灵修会的时阵，咱上任牧师进前即个长老会台北新人院的时阵台湾新人院的前院长，伊甲我讲一句话，讲其实哦，伫教会内底。即使一个人来到教会，有6到7个人认捌伊，有法度有4个人会当叫出伊的名。亲像我若看到中间遐的时候，我就讲，我甲先顶礼拜有看到你吼，安尼无算哦，安尼有做熟悉名，但是会当叫出讲中间遐，无挂名牌是安尼的时阵，有法度4个人叫到伊的时阵，安尼。这个人，伊就伫迄个所在，会停留伫这个教会，所以咱需要同齐做这个代志。
一个教会要强盛需要咱每一个人三甲做伙同心起来，求主帮助咱，互咱当三甲做伙伫这个所在。了总是呢，教会嘛毋是干那伫即间教会内底。伫过去的时阵啊，你家看讲，伫第二段经文讲，过一寡日子，保罗甲巴拿巴讲，咱倒转去甲早前宣讲主的道的特城，看兄弟姊妹安怎样啊？教会袂当干那一直做新人，教会原来爱栽培旧的人。总是呢，伫即个新旧定定咧交接的时阵，牧师即马愈来愈感觉讲，有一寡代志，咱真正牧师需要邀请、拜托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做。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明白这个代志，咱安怎样做？咱即马即个人现况怎样？有啥物代志，咱会当甲伊帮助？咱要安怎样照顾？咱要安怎样同心来行？啥物人会当做伙去？伫即马咱教会有分小组，咱教会咧分小组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小组的组员定定会当伫周间有互相联络？有人会当，即使若是有人有病痛的时阵，有啥物人会当甲伊敲电话，会当甲伊关心？菜市仔小组真感谢主的恩典。阮即马中间遐甲内河这跨组的伊即马毋若伫这个啥相亲，伊嘛来菜市仔小组安尼甲阮斗互演。阮即马自从中间遐甲内河这加入阮菜市仔小组阮即马加食偌好咧，你毋知嘿？所以总是就是中间遐甲内河这因真会晓甲人关心，会晓甲人照顾。阮阁有迄个啥物人宴会者，阮自从有宴会者安尼一直甲阮关心的时阵，阮即马逐个月拢庆生呢。以前牧师也无咧庆生啦，牧师就对这仪式感，牧师是足无仪式感的人，但是宴会者是很有仪式感的人。所以即马菜市仔小组愈来愈欢喜，愈来愈快乐。所以你若还无小组若还无小组来，即马广告一下，来欢迎来菜市仔小组。每礼拜四永安8点到9点半，欢迎伫教会3楼，所以欢迎各位来。这就是咱会当三甲做伙建立，每一个小组拢应该会当安尼。咱也真感谢主，这个国语堂内底牧属阮姊妹，因小组内底，伊即马已经调来伫这个安南区的台湾银行咧做经理。小组的人同齐去迄个所在甲伊拜访，并且伫即个中元节的时阵，因为因即摆银行也阁有人拢会拜拜嘛，拜门口，就讲几月的时阵7月时爱拜拜拜门口，但是即摆的时阵，牧属阮经理开始伊讲伫即个中元节的时阵伊邀请因小组的同工做伙去迄个所在做平安礼拜，请为这个代志祈祷，求上帝施恩帮助咱。我一个心中的期待是，望每伫一个所在，任何倒一个角落，咱会当伫迄个所在伫遐，互上帝的名伫遐，互人认捌熟悉。无像阮姊妹伊讲一个代志，伊讲。过去的时阵，人拢咧拜拜，但是伊即马要甲伊加入上帝的元素。我伫迄个所在甲伊讲，我咧祈祷，我咧祈祷，我继续祈祷。我无甲伊讲我祈祷啥，但是我心中其实咧祈祷上帝啊！你若是欢喜，我期待有一天平安礼拜会代替拜门口，平安礼拜会当代替拜门口。求上帝施恩怜悯帮助咱，咱爱起来，伫咱迄个单位，伫咱工作的所在，伫咱的家庭，咱会当发挥这款属灵的影响力。人是安怎伫这当中需要有这老朋友的关怀，因为人有的时阵会灰心会丧志。哥林多书信伫迄个所在讲到一个人，就是提多。提多伫迄个所在去伫这个保罗伊身体软弱的时阵，伊讲伫迄个征战、伫咧服侍过程遐尼困难的日子，
上帝差遣提刀来到阮当中，安慰了阮。亲爱兄弟姊妹，咱会通三甲做伙做这代志。有时阵真正，阮牧师娘哦，定爱甲我讲一句话：牧师啊，虽然即摆有小组，咱嘛是爱有一寡兄弟姊妹因无伫小组内底，佫也无定来伫咱教会当中，总是因原来爱需要受鼓励、受引带。有时阵伊嘛会甲提醒讲哦，就是这兄弟姊妹嘛，咱的朋友啦，阮的朋友世俗的朋友，咱讲哦，这世俗的朋友，伊讲哦，迄个世俗的朋友安怎？久久啊来相催哦，较袂讲无话啦哦。有人做过统计，一个人若信主上帝了后，一日敢拢咧无用礼拜堂内底的代志，7年了后，伊拢无世俗的朋友，安尼介恐怖呢？你敢知？安尼你是要甲上传福音？你听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咱爱顾着咱遐同事，咱爱甲因设定做啥？福音的对象。有的时阵，咱检采伫这个传福音分享的过程，感觉奇怪，咱拢无进展，咱就灰心丧志。但是这个时阵爱安怎样啊？爱有陪伴，爱有陪伴。迄个人灰心丧志，迄个人伫信仰内底软弱特别一寡这高关怀的，高关怀就是讲伊需要加倍的关怀。这个人陪伴因需要真侪时间。但是咱嘛无一定讲爱逐工拢陪伴的，总是一个时间甲伊三甲做伙。亲像咱这个做永瑞，毋知咱当中还有个人会记哩永瑞无？还是对新化教会来到咱当中的伫当中伊即摆身体无好势，总是我差不多1个月我拢会敲电话甲伊做伙同齐做伙祈祷。同齐做伙当分享一段时间，咱需要有一寡人安尼来行，安尼来做。迄一天的时阵小静姊妹有敲电话互一个咱以前即马伫林森路咧开餐厅，古早的时阵伫永华路咧开迄个面店，迄个查甫囡仔做啥物名？你看我即马崇泽，对，所以。其实主耶稣来服侍的时阵一方面是要甲人救赎入上帝国。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阵，伊佫有另外一个足重要的，伊捌甲人安尼讲：我来是要找以色列迷失的羊。求主帮助咱，互咱有基督的心肠。一方面，咱爱甲遐若换去别间教会迄拢无要紧，你知道？换去别间教会，咱毋免去家勉强倒转来。但是伊也无换去别间教会，嘛无咧聚会，但是伊说咧即个人咱爱甲找倒转来，即叫做以色列迷失的羊，又灰心又丧志，咱爱甲伊找倒转来。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明白。有时阵咱就伫迄个所在出现的时阵会对着伊带来真大的帮助。我嘛捌有一届的时阵，就安尼去探访一个人，伊讲：牧师你哪会来？我听着即句话感觉足歹势。你哪会来？互伊感觉讲有人来甲伊关心，有人甲伊疼惜。所以求主帮助咱，互伊当明白。互咱会通伫遮个事上，你来看，伫遮个所在讲陪伴就是啥？用时间参与伫对方的生活。伊的重点毋是咧满足家己，是啥？互人。咱需要做一点，这是我真大的欠缺因为我家己本身我自13岁我就出社会大细细的代志我拢家己处理。所以我变做很不合群，你知无？我其实是一个宅男，我是一个宅男。你敢知做风台3工，我真正拢无出门呢。我都敢若4楼含3楼，其实平常时我就是安尼所以我袂感觉特别有啥物款问题。有个人好天尔，牧师我今日出去，我去倒位
我一方面当然我伊风台了的时阵哦，拜五拜六礼拜，我爱愈爱准备讲真，我无可能出去。但是其实一方面嘛是我的本性，就是我感觉我真无意爱吼伫人群当中无爱真济代志，我就是甲代志做好就好。因为阮代志若做无好哦，我会产生对家己的控告。所以有真侪代志会有即款情形，所以总是呢，咱原来需要有人陪伴。所以伫迄个陪伴的过程内底，其实咱就是咧互人，就是甲伊建立一个美好关系，毋是咧满足家己哦。我甲你陪伴，毋是我期待你变像我安尼哦，毋是。陪伴若带着一款你爱变像我安尼，迄个目的，迄就毋是听，迄有这目的导向。迄就是咧做代志。我做牧师，所以我爱探访。安尼，牧师你免来好啊，我都无咧欠过你探访啊。但是你若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我去，毋是为着探访来探访，毋是因为我做牧师我来探访，是因为受伤，因为住院，所以我来甲你看，就是安尼尔。无其他的目的，就是因为听你关心你，毋是因为我是牧师，是因为我关心听你。安尼你一定会感觉迄个感受真好嘛。咱人拢是安尼，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明白这个代志。张文亮教授捌讲过一句话，讲陪伴就亲像手指，伊弯翘家己，伫苦难甲苦难的人相接。就是咧手指哦，伊两个嘛，但是安怎？伊伫即边，你伫即边，但是安怎？伊就是爱弯翘起来，安尼你才会接到对方的苦难。其实。咱若是真做一个陪伴人的人，咱就会当真做得受苦难的人，伊一个真宝贝的稳定。特别你若甲伊受过同款的苦楚，安尼你搁较有能力伫伊的身上显明迄一份的疼痛甲照顾。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做一个欢喜陪伴的人。总是伫即当中呢，甲因也伫迄个所在出现一个问题。保罗甲巴拿巴讲，咱早前倒转去，然后伊呢伫迄个所在要带约翰做伙去。总是约翰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或者这个马可伊称做约翰。保罗因为过去马可伫邦菲利亚捌离开因，无爱含因同齐做工，所以就掠准安怎伊袂当带去，结果安怎两个人冤家啦。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事奉内底嘛会有即款情景。开执事会，或者是伫教会内底有一寡代志，咱会有无共款的看法？可能今年的执事会咱爱搁来讨论这个代志咱2029年就是咱教会70年当2029年就是70年，就咱教会70年。2029今日是2024，安尼剩5年。牧师甲各位报告一个代志，迄一天的时阵我袂记哩，都无偌久啦无足久啦了后时阵，对外地倒转来，我袂记哩倒一位，但是是一个姊妹啦伊就甲我讲牧师，咱教会哪会变遮尔旧啦？我错一个咱教会哪会变遮尔旧？我逐礼拜看拢无感觉伊旧啦但是尾啊，伊来的时阵，伊出外倒来，伊讲咱教会哪会变遮尔旧安尼啦买手的时阵，我怎啊徛起迄个进来国小的围墙的遐一个甲看，哎呦，真正有旧呢咱咧条安怎？咱咧条顶悬咱等下出去的时阵，你看迄条顶悬拢乌乌，搁有的所在落漆，搁有的所在壁空安那迄个土沙落落来。你若搁看搁较悬的时阵迄有生水仙伫迄个所在，毋是水仙呐，是迄水生仙安尼迄铁伫迄个所在，拢有迄啥铁色铁色的色伫迄个所在，甲伊举悬看的时候，真正淡薄仔有旧啦咱进前的时阵，我会记得是咱是50年60年的时阵，捌油漆过一届，迄种是50周年60周年。了后就足久已经拢无去油漆，应该是50周年的时阵。油漆过一届，你看安尼已经过10几年啊。所以咱教会了需要爱经历一下。
我来讲来遮，哦，我就是要讲哦，咱对着代志有真济无共款的看法啦。哦，对代志有真济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安怎，咱拢是安怎为着教会好啦吼，这是咱伫其中的代志。总是呢，伫当中哦，保罗就想讲哦，这个马可哦，无法度食苦，安尼无爱带去。哦，但是巴拿巴伫迄个所在讲，少年人食苦啊是安怎样啊？无论话什么原因啊，总是得爱带伊去。这个马可改成爱个叫保罗，改成是爱叫阿舅啦。哦，所以有即样的关系啦。就讲，你少年人，你今日无甲训练，你后界伊哪会晓安怎样啊咧？哦，所以检测原来有即款的原因啦吼。所以就伫这当中哦，有一寡当中即款互相对立的环境。但是咱要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啥物话？毋好因为人来做代志。哦讲这个人牧师这个人哦无安尼好啦，伊都拢无来咧做礼拜，爱得足爱拍鼓，无牧师你互伊来拍鼓，我甲你讲，千万你都毋通安尼。到尾手伊就干那要拍鼓，毋做礼拜，你知无？咱都毋是咧欠过拍鼓的啦，无安尼我就来请乐团来拍，毋是佫愈好哦。所以毋好因为安怎，毋好因为人来说事。圣经对头到落尾拢无咧因为人说事，但是嘛袂安怎。牧师即个代志都无人做，伊都足有心做的，有足有心做的时阵无你互伊一个机会做看卖啊咧。反正即个代志毋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总是嘛当安怎开始甲伊训练，你边仔佫有一个人甲伊陪伴，同齐做伙做，安尼毋是介好吗？你毋好因为讲伊做袂好，但是有心，咱都安尼训练。所以咱感谢主今仔日咱要去8月中旬的时阵咱要去西仔乡，无中间遐讲袂当讲西仔乡，爱叫西珠乡，对对，爱去西珠乡。因为伫这所讲啥物啦？都这兄弟姊妹，咱招募这兄弟姊妹，真侪兄弟姊妹讲牧师我去会当做啥？我讲我嘛毋知你会当做啥。有种有个人甲我讲牧师我啥拢袂晓呢，我敢会当去？我就讲好做伙来安怎？你爱来训练有机会，你甲伊看卖咱拢无互伊做，伊哪会晓啦？但是咱有一群人会晓做的，咱着带遐袂晓做的，5年的带4年，4年带3年，安尼到尾咱毋是拢介厉害？所以教会就是安尼，总是呢，无因为人来说事，无因为事来感觉讲这你会晓做，毋好安尼，互伊有机会学习。安尼到尾安尼就是咱教会的名字。时阵改成无啥会记你讲古早的时阵是巴拿巴嘛是安尼，安怎甲伊担当起来，甲伊做保的呢？后来我甲你保，我保证你安怎样我接纳你，我愿意互你受伤害。巴拿巴就是一个足有安慰能力的人啦。但是保罗是啥？保罗是读神学院的呢。我哋是当时内底上好的法利赛人，上好的老师，甲伊教了上好，伊家己个哪比共年龄的人，甲因共年的人，伊比别人佫较有热心嘛。保罗逐项代志拢爱做甲认，爱切甲准的呢。所以到尾嘛是因为保罗这款性格，所以毋才写圣经内底安怎27卷内底新约圣经27卷有12卷是伊写的呢，用要一半呢。所以真用心的一个人。其实要带马可去，甲无带马可去，敢有遐尼重要？你讲伊重要嘛，真重要啦。万不离伊若佫逃走位咧，我早就甲你讲安尼嘛是冤家但万不离伊若是有培养起来咧，巴拿巴甲保罗讲，我早就甲你讲，伊一定足厉害，你都毋相信，对无？所以，但是安怎？其实咱会看到这样代志，来，咱做伙来读即句话冲突的发生，通常并毋是代志的对甲毋对，乃是立场无共款尔，就是干那安尼尔。来，牧师甲你讲，你看头前，牧师嘛看头前，你的头前甲我的头前敢有共款？无嘛，你的头前是日价呢，我的头前是大门呢。你讲牧师，你头前看毋对呀，我则讲你头前看毋对咧，安怎？就是咱的立场徛位置无共款尔。
总是伫即当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阵吼，教会无该加入去。教会安怎？教会伫迄个所在，圣经讲哦，因伫迄个所在啊，第40节讲吼，保罗竞选西列出去，望兄弟，甲伊交伫主的恩典当中。巴拿巴带着马可出去，坐船往基比路去，安怎嘛？伫迄个所在三甲做伙。亲爱兄弟姊妹，有诶时阵吼，咱拥稳淡薄仔了，分开即个无要紧。总是安怎？40节一个真重要，即句话，望兄弟甲因交伫主的恩典中。咱爱甲即个代志放伫祈祷当中。相信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会成就这个代志。所以因伫迄个所在解决代志。马可是安怎会脱离布道队？这真侪代志我无爱讲遐清楚。我会甲即个放伫迄个啥，放伫咱教会公告呐，你才家己去看。我只是可能要甲你讲，伊到落尾的结论就是讲，检测是因为因神学观念无共款。所以伫即个神学观念无共款的时阵啊，当马可伊本身是一个真有理念的人，伊伫迄个所在啊，你知影马可有理念，但是保罗有理念无？保罗嘛有理念啊。到尾啊，两个人安怎理念无共款的时阵，就怎样？会强蹦，就会拆开。所以，伊有一届就是因为别人伤过容易信主，但是马可感觉讲，哪会当互伊遐？伊个信主根本就是凊彩的嘛，一日看就知影嘛。所以因就伫迄个所在互相对立起来。但是伫迄一届中在下了到尾啊马可安怎看袂啊？像恁安尼做，我无爱啊啦，就安怎倒转去啊？即款的伫教会内底若安尼定定冲突。到尾手的时阵无论是教会、家庭、公司，任何倒一个所在，拢定定安尼冲突迄个所在就会变做真冷，无温度啦。摊拄啊，小英这带咱做伙祈祷讲咱求上帝，互咱真做有温度、有热情的人。这毋是无温度、无热情，是安怎？就是火烧了伤炎啦。所以你靠近我，我靠近你，咱两个怎火拢倒起来安尼啊？但是伫即当中因的迄个啥怒气、受气，需要互伊暂时安怎分开，互伊火了较熄一寡。免得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安怎看到就冤家，看到就相骂。当来看到就冤家，看到就相骂的时阵，彼此拢无见证。但是这嘛，互咱看到一样代志，教会甘拢总袂冤家。你毋好想讲教会拢袂冤家，你毋好想讲教会就是安怎，拢爱亲像伫天堂。阮当时去读新人院的时阵偌欢喜咧，感觉新人院就是天堂的预表啦。就感觉入新人院的时阵这天堂这保证就伫新人院内底就是会当大升入去到天堂享受。结果发现无，原来这是安怎？地狱的翻版，所以伫个所在嘛是会冤家啦，一个要写功课的，一个足早困的，一个足晚困的，4个人困共一间宿舍，对啊，你明仔载袂当较早起来啦，你即晚我要困啊，你搁伫遐写功课，讲我到暗时才有精神，你暗时有精，你反正你会当看见的足济啦，有诶关门安怎，砰砰砰砰。有诶我就反正你就会发现就是安尼，总是这就是咱人啊。毋过安怎爱解决问题嘛？咱面对这代志的时阵，咱爱解决问题。伫这当中因伫个所在起了争论，但是迄个争论就是分开去。总是伫这个分开去了后，毋是破病，也是食苦这个代志，是安怎？是当立场无共款的时阵，人才上容易冤家。但是咱一定爱了解，立场无共款，只是咱徛的位置无共款尔。我头先的时候，我第一句话我讲啥？谈拄咱读一句话叫啥？冲突的发生，
通常拢毋是代志的对甲毋对，只是啥立场无共款尔。咱一定爱会明白这个代志。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徛伫对方的立场想看卖伊是安怎会安尼。哦，所以当因开始虽然是安尼行，总是呢，你家看，有诶时阵哦，暂时的分开哦，是为着要互咱拢会当恬静落来。到《使徒行传》16章1节到5节讲，保罗因来到特庇，又到罗斯德，因伫个所在有一个门徒，即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妇人人的囝，因老爸是希腊人。罗斯德甲以哥念的兄弟拢称赞伊，保罗带伊要东去，只有伊迄个所在犹太人拢知影伊的老爸是啥物人，希腊人，所以就甲伊行隔离。咱斟酌哦。进前迄张批，就是15章30节进前有写批，敢有勉强外邦人行隔离？无，并无勉强外邦人行隔离。但是，这个时阵提摩太伊会当伫迄个所在讲，我对外邦人，我希腊人，我是安怎行隔离？伊会当安尼讲袂？会。但是，请咱斟酌，提摩太讲啥？讲好。了。伊是安怎会讲好呢？第16章的第3节讲，只因为迄所在犹太人拢知影伊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就该行隔离。啥物？为着犹太人的软弱，所以提摩太伫迄个时阵，伊讲啥？好，我愿意。提摩太当坚持讲，我无爱，因为迄张批内底嘛有写讲。袂当勉强外邦人行隔离，只要买拜偶像，莫食无放火的精神啊，莫阁爱避免淫乱的代志。除了这3项以外，恁拢毋免做其他的代志。所以伫这当中，提摩太会当免行隔离呢？但是伊安怎？伊讲我愿意。这个代志就是咧解决头前迄个问题，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因为分开，保罗和西拉出去，巴拿巴和马可出去，结果分开去是因为安怎？无人肯让步啊！你听我意思，当无人肯互相相让的时阵，咱就会冲突。但是伫这个所在继续接落来的时阵。使徒行传15章继续接落来的时阵，到16章的时阵，伊就指出解决问题的时阵是啥？是咱愿意是毋是替对方想一下，体贴人一下，安尼代志就解决啦。代志就解决啦。我即个一个代志哦，就是有一个这应该是我们上任牧师所讲。伊讲有一间的时阵哦，2台车相闪过一个桥。过迄个桥的时阵哦，桥来到迄个所在遐哦，要相闪吼，了后头前一个吼，了后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吼车吼大声开来到遮吼，已经2/3啊，后壁剩1/3，这台车阁愈入来。你知影哦，伫这个时阵，若安怎？咱车伫桥顶拄着，但是迄台车敢若安怎？桥敢若当过一个人尔。但是哦，这个人哦，伊开到遮1/3，人这台车已经开到遮2/3啊。那照交通规矩爱安怎？2/3咧爱倒退嘛。了后伊就甲伊讲：我这专业的这个看，就是你爱倒退。迄人就是毋倒退啊。到尾手的时阵哦，一个人落来就甲伊讲，就怎啊甲迄个专业的讲。好啦，我知影你是专业的，迄个业余的嘛，迄个袂晓嘛，含慢。你啥？你专业的，普罗的，对吧？你专业的，咱专业的安怎？体谅的较无专业的。你专业的嘛，对吧？你普罗，你专家呢？你含你伫遐计较的，所以到尾迄个人安怎？佮倒退2/3，了后，互伊台车过去。亲爱兄弟姊妹，啥有这专业的？专业的就是安尼啦，因为咱较敖，所以咱就体贴迄较软弱的。提摩太伊的一个选择，成做教会一个真水的引传甲见证。是，我有权利主张我的权利，但是
为着整个的和谐甲进步，我愿意伫这个所在做一寡让步。亲爱兄弟姊妹，教会勇行，教会勇行一个上的几个原因：第一，对着新人有同心的关怀；第二，咱爱伫既然有的基础中，三甲做伙来努力。9月份的时阵哦，牧师会阁开一个教会探访的训练，我呢有缘的用伫拜六。牧师，请你把这个时间来甲伊用出来，9点半到11点左右。咱希望会当透过咱同齐做伙伫教会的努力，咱逐个人会当三甲做伙探访。因为牧师无法度三头六臂，但是你做的检测比我做的还阁较好，所以咱三甲做伙有一寡代志是咱无学过，毋是咱袂晓。4年甲2年的讲，伊就介厉害啊！所以咱伫当中讲啥，爱有安慰、劝勉，了爱家教，咱就有法度去做去传讲。当咱安尼行，咱安尼做的时阵，教会伊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甲祝福。采取关心、牧养、同工，伫上帝听内底，因为对主的话有信心。咱对彼此才会有信心，这款信心就会带来咱教会健康甲成长。咱也会当通过这款的文化输出，互咱输出教会的文化，互咱成做众教会祝福。安尼咱就会当坚固众教会，因为咱愿意投放牧师来做教区长。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有发现无？咱今仔日下晡会有一个真大的稳定的日子，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三甲做伙，伫这个城市，伫这块土地，台湾咱的国家，咱会当见证上帝的名。咱三甲码头来祈祷，主上帝，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安慰、劝勉，会晓彼此教导。了后，阮就会当有活命的故事去传讲，就是基督伫阮身上所成就的，阮会通甲人分享。愿阳光归互你，愿救恩、能力、祝福也临到阮的身上，互阮用听带着听去照顾、分享伫阮身边的人，互因也甲阮同款，对你得到。听、教示、训练，诚侪福音的使者，坚固众教会，坚固家己，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好，是无？咱三个做伙同齐起立，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有主耶稣是大恩，救我身体灵魂，对答以后我愿意永远奉献予你，他将一切我所有献的。在多做，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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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会临高。我渴求主圣尊名，所献基督好声，愿被上帝阿乐听，只是甲我做正，但将一切我所有
现地这大作，等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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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花临到。愿全能主上帝的圣灵，甲你徛起，引带你、安慰你、劝勉你、鼓励你，互你伫一切事中得到伊美好的引带甲教导，通互你伫活命当中亲自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疼痛、天父上帝的信息，互你真做一个有救恩故事通传讲的人，伫一切事上。见证上帝的同在，并以美好的引带，互你的年日成做摇花上帝所欢喜悦纳、芳芳的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一场的主崇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